好似活喺佢床下底咁樣，無處不在。呢種檢教嘅制度，呢種特務系統，呢種所謂現代嘅話狗仔隊嗰啲情報科，無處不在，處處都在。所有呢啲做官嘅人完全都冇咗私隱。現代就叫做冇私隱，最多覺得自己好似活喺一個玻璃嘅房子裏邊啊，俾人睇到你嘅即係一切嘅起居飲食，係嘛？所以做明星嘅，香港做藝人嘅就好似住喺一間玻璃屋入邊。咁於是就嫌三嫌四，咁但係，你做藝人，你享受呢啲咁嘅所謂掌聲，係嘛？知名度咁高，咁付出呢啲代價都在所難免咧。但係喺朱元璋嗰個時代，呢種檢教嘅制度係可以置人於死地噶嘛？你話嗰個前宰聽到個皇帝講呢一句説話，你係咪嚇到即係飆晒冷汗咧？原來佢嘅一舉一動，皇帝都了如指掌。呢種檢教制度都仲未夠毒，仲要整一種錦衣衛制度。喺洪武15年，朱元璋又設立呢個錦衣衛。錦衣衛有監獄，有法庭，佢負責執法同埋負責裁決。檢教就搜集情報，檢教加錦衣衛。人民同埋啲官生活者就係喺一個白色恐怖，沒有免於恐懼自由嘅一個咁嘅社會。不但止咁樣，而且隨時都會冇命嘅。嗱，呢種咁嘅所謂專制統治咧，我諗喺中國歷朝裏邊都係好少見嘅。即係當然今時今日，我哋係唔願意見到呢種即係政府嘅線眼無處不在嘅呢種咁嘅制度出現。香港就當然唔得啦。神州大陸我哋都希望唔好再見到有呢啲即係為咗監控呢個異見人士而有採取嘅特務統治。又要講成語，呢一集講一個叫做露出馬腳，個個都識解啦。大人你露出馬腳了，陰謀敗露，或者啲衰嘢終於都俾人發現。露出馬腳咧就係源自明太祖朱元璋嗰位馬皇后。明代嗰啲高貴婦女都要纏足，即係紮腳。講起紮腳，真係中國人都應該引以為恥。點解中國嘅婦女個個都要變成傷殘人士，咁先至叫高貴呢？點解我哋中國嘅婦女要紮住隻腳先至叫漂亮呢？嗱，即係所以男女平等咧，喺中國係爭取咗好多年噶啦。到咗民國先至冇纏足啊。當然啦，講起呢個纏足的故事咧，就係馬皇后竟然係冇纏足嘅。嗱，有一次佢坐下呢啲馬車，俾大風一吹，露出佢嗰隻好大嘅腳，於是就叫做露出馬腳。當然露出馬腳嘅馬皇后就俾人笑啊，因為唔夠尊貴。原來皇帝個老婆都冇紮腳嘅，當然就唔係婦女解放，而係咧唔夠高貴。嗱，呢個咧就係嗰個典故嘅由來。咁另外有一個講法咧，就係唐朝嘅時候啲人冇麒麟，咁但係實際上真係冇麒麟，即係沒有麒麟。於是咧就即係整一塊皮麒麟皮啊，即係你想象個麒麟個樣就笠喺隻馬上邊，但係包裝得唔好咧，即係假麒麟嗰隻馬腳就露咗出嚟，馬就點可以扮麒麟呢？跟住落嚟，我要介紹一句振奮人心嘅民族主義口號：驅除胡虜，恢復中華。明太祖朱元璋結束咗蒙古人近百年嘅高壓統治，佢係一個民族主義者。喺洪武元年，即係佢做皇帝嘅第一年，公元1368年，距離而家600幾年前，佢寫咗一篇大義凜然、鏗鏘有聲嘅民族主義文章，其中有幾句就係咁樣嘅：
當此之時，天運循環，中原氣盛，億兆之中，當降生聖人，驅逐胡虜，恢復中華，立綱陳紀，救濟斯民。嗱，呢一段文字係出自朱元璋嘅《豫中元核文》上邊嘅，其實就係號召天下嘅臣民要掃除外敵，真真正正去結束呢個蒙古人對中國人嘅高壓統治。你睇下呢一段文字，我哋介紹嘅呢幾句，當然驅逐胡虜，恢復中華，個個都明白。我哋要驅逐呢啲蠻夷戎狄，呢啲外族嘅統治，然後恢復翻中華民族。當此之時，天運循環，中原氣盛，億兆之中，當降生聖人。講民族主義，你都要有個聖人出現。邊個係聖人呢？唉，救天下蒼生，捨我朱元璋其誰啊？所有嗰啲皇帝都係咁噶啦。講翻民族主義，香港回歸之後，一國兩制都算係驅逐胡虜，恢復中華啦啩，結束咗英國人超過150年嘅統治，然後呢，就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嘅特別行政區。民族主義又叫得震天價響。過去呢7-8年，好多人都喺愛國唔愛國裏邊喺度糾纏不清。最近喺中國大陸發生波瀾壯闊嘅反日浪潮，又係民族主義運動。民族主義唔係咁輕易用嘅。有一個人又好叻，呢個就叫孫中山。朱元璋嘅驅逐胡虜，恢復中華呢8個字，後來就俾孫中山略為改動，就成為1905年同盟會成立嘅4大綱領。喺1905年嘅8月20日，孫中山同埋啲革命黨人呢，就喺呢個東京成立同盟會。同盟會就係海外所有其他嗰啲革命組織嘅一個即係團結嘅組織，因為為咗團結所有嘅革命組織嘅力量，就必須要成立一個統一嘅組織。呢個就係同盟會。同盟會嘅總理就係孫中山先生。同盟會有